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6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中介追讨恒大上亿港元佣金，从日光盘到骨折价，恒大香港旧盘更名后最高降价超60%，中介追讨上亿港元佣金。近日，位于香港屯门的第一案，原名叫恒大俊陇湾项目，因大幅降价，在当地市场引发关注。6月16日，第一案大幅下调27个单位的销售价格，这些单位的实用面积为223至461平方尺，总价214万到417万港元，部分房源的最高降价幅度超过60%。说记者注意到，此次第案项目大幅下调房源价格，除了当时购房的业主遭受明显损失外，地产中介也未能幸免。其中，中原地产和利嘉阁地产分别被第案开发商拖欠超过1亿港元和3000万港元佣金。据了解，中原地产已向高等法院申请简易判决，利嘉阁地产亦启动法律程序追讨。这恐怕也是赢了官司输了钱了，也就是这中介帮恒大卖房，房子卖掉了，佣金拿不到，这个也只能是自求多福啊。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近日宝能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宝能酒店投资有限公司新增一条恢复执行信息，执行标的5.55亿元，执行法院为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风险信息显示该公司现存58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326亿元。此外，该公司还存在多条限制消费令、失信被执行人以及中本案件信息。这个宝能也就是姚老板呢，这个也是在这个破产的路上终究是一破了之。最近咱们这个房地产的走势也是牵动着大家的这个心很多人都在关注。进入这个5月、6月以来这个楼市是肉眼可见的冷下来了。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成交量都是大幅下降，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海外的机构这个时候也不唱多了，什么彭博社高盛纷纷在唱空。今天南方周末有一篇报道，叫如何看待幼儿园数量锐减2万多所。教育部日前发布的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5.33万所，在园幼儿384万人。对比2023年统计公报中的数据，相应减少2万多所，500多万人。幼儿园数量与在学儿童人数下降，首要原因是生育率走低，适龄幼儿减少，对幼儿园的需求当然也会减少。近年来，学前教育已从之前的入园难迅速变为招生难，不仅仅有民办幼儿园因为招生不足而关闭，很多公办幼儿园也招不满。解决当前公立教育的难题，还是要在提高生育率上想办法。此次新闻揭示的幼儿园危机而言，公共政策应注重破除年轻家长的后顾之忧，让更多家庭孩子享受低负担的学前教育。有必要推动幼儿园教育免费，将幼儿园定位为普惠性质的学前教育，进一步减轻年轻人负担，让年轻人有意愿也有能力早生育多生育。总之，面对幼儿园关停潮的冲击，公共政策还应回到基本面来。一方面，对于那些已过剩的幼儿园与中小学，该裁撤，该停就停，缓解财政压力，适应人口趋势。另一方面，把财政经费用到刀刃上，提振年轻人的生育欲望，从根本上为公立教育体系乃至社会经济注入活力。这是这个南方周末的报道现在幼儿园在园人数比2023年少了500万，这是什么意思这幼儿园的孩子4岁、5岁、6岁，也就意味着15年以后等这些孩子大了，是不是住房需求相应都要减少？对房子的需求是断崖式下跌如果你要这么看的话，这个房地产的调整时间会很长现在买房刚需房的主力应该是95后甚至00后。那这一批人目前来说他的人数还没有显著下降，就是95后到2005年之前出生的这些人这10年里面的它支撑了这个刚需房，它的人数下降还没那么明显。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后面的这个人口出生啊，恐怕就在下降。我记得口罩期间啊，这个新生儿出生率就是断崖式下跌。未来10几年啊，人口恐怕是个大问题。就是人口的下降，对吧？跟这个房地产是密切相关了。那你房子就过剩了。这也是高盛啊，昨天他的报告说啊，我们对房地产的需求是2017年达到高峰，未来啊会跌到2017年的25%左右，你3%都没有了。不是指房价，是说对房地产的需求。三联生活周刊啊看那篇文章，他说房地产救市升级，房价会止跌上涨吗？文章说啊，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这意味着楼市即将迎来新一轮大力度的刺激。我国楼市到底还会放出哪些大招？这一次房价是否能够实现止跌反弹呢？答案恐怕大家都知道啊，去年9月份出大招，都说房价要涨了吗？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了啊，去年9月份是不是有很多这个专家、经济学家说楼市稳住了？哪些经济学家说过这样的话？自己去看一看。稳住了，那后面还要出啊更大力度啊，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呢？为什么一出政策，这些专家就鼓掌叫好，就说哎妥了，齐了，没问题了？事后呢，继续就是这个所谓的专家啊，这没有一次能预测准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任务不是要预测准，他的任务是要复合，他的任务就是鼓掌叫好。这个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啊，很明显，伊朗是被人摁在地上摩擦，但是就有专家说啊，对吧？伊朗再坚持一会儿，这以色列就不行了，他没劲儿了。以色列把伊朗按在地上摩擦，那以色列吃亏啊，30分钟伊朗就可以把这个以色列给灭了。咱们的专家都是这种水平。他这个文章说啊，他说管理层之所以要提出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止跌回稳，原因在于经过去年以来强刺激之后，一度回稳的房价又开始掉头向下。如果没有更大力度的政策出台，房价有可能再度加速下跌。他说，去年10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出现了13个月以来首次上涨，随后更是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2、3线城市房价虽然没有反弹，不过下跌的幅度也开始明显收窄。总体来看，全国房地产市场一度出现了止跌回稳的迹象。这个所谓的止跌回稳啊，只在官方的统计数字上面，真实情况根本就没有回稳。他说，不过啊，政策刺激效应终究难以长期持续。从今年2月份以来，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开始环比下降。以最新公布的5月份房价来看，房价跌幅更是加速扩大，显示出政策刺激效应已经消退。也正是这样的背景下，管理层提出了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过去几年来，我国房地产刺激政策已经推出了一轮又一轮，能用的手段其实已经基本用尽。现在如果还要继续采取更大力度，真正能够推动市场的大招，其实只剩2个，一个是完全解除限购，2是大幅降低首付标准。从解除限购来看，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绝大多数城市其实都已经完全解除了限购。继续维持限购的只有北京、上海、深圳和三亚，所以当前楼市关注的焦点在于一线城市是否会最终解除限购。这个不用再等了啊！这个一线城市啊，最终是要解除限购，但是不会一次到位，所以说它恐怕马上啊7月份会有政策出来，但是不会完全放开。在一线城市中，广州早在去年9月份就已经解除了限购，最近广州更是全面解除了房地产的所有限制性政策，包括限购、限售和限价等，在一线楼市当中走在最前面。他说，随着这一次要求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止跌回稳，加上3大一线城市自身也有财政收入压力，可以预见的是，北京、上海和深圳的限购还会继续放松，甚至不排除到最后完全取消限购。北京、上海、深圳如果完全取消限购，将是我国楼市刺激最后的重磅炸弹。那最后的炸弹炸完了怎么办？那这只能由它去了。除了取消限购之外，我国楼市还有一个大招，就是降低首付款的比例。首付款比例大幅下调，意味着买房的门槛更低，更多的低收入家庭也有机会买房上车，由此可以吸引更多的买家入场，为楼市带来更多需求和支撑。事实上，去年以来，我国就已经开始下调首付款比例。去年9月份，央行发布新规，商业性个人房贷不再区分首套、二套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为不低于15%。在此之前，我国首套房首付比例为20%，二套房首付比例一直远远高于首套房。
最高时曾经达到40%，后来逐渐下调到30%和25%。去年9月份，我国将首套房和二套房的首付标准统一下调到15%，已经是一次重磅调整。如果要以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首付标准还有可能继续下调。如果从国际市场来看，很多发达国家的住房首付款比例10%左右，最低的甚至只有5%。如果按照10%国际标准来看，我国现有15%的首付款比例，理论上还有继续下调的空间。但是文章也说啊，不过我国即使放出取消限购和降低首付的大招，更大的作用可能也只能短期止跌，很难扭转楼市的长期基本趋势。我觉得他这个结论是对的啊，但是他这个说降低首付这是大招，我觉得啊降低首付也没用。这个美国的2008年次贷危机不就是这么出来的吗？次贷危机什么意思？就把这个房子啊卖给那些没有还款能力的人。怎么说明他没有还款能力呢？也就是他首付是0，就你愿意买你就可以买一套，然后这房价一跌，这些人他房子不要了，他没付首付啊，他每个月就还按揭贷款，他那个按揭贷款他就把它当做租房的租金，但反正他租房住一个月也得交那么多钱，所以说啊，他们呢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也跑去按揭买套房，那个按揭贷款就跟那个租金是一样的，每个月往里交，房价一跌，他房子不要了，最后就导致什么次贷危机。那你说我们要把15%的首付你调成10%、5%，假设有人买的话，那现在收入都不稳定，就业也不稳定，这些人房价一旦下跌5%、10%，他房子不要了，断供的、弃贷的会大量增加，最后还得银行来扛，对金融系统啊、金融的这个叫系统性风险那是大增啊。另外一个啊，我觉得中国人呢，恐怕你把贷款首付降得越低，他越不愿意贷，因为那个首付越低的话，实际上意味着你贷款的金额越多，你贷款金额越多，你每个月还的利息就越多。你降低首付比例，实际上你只是让韭菜啊上吊，对吧？更容易，韭菜没有占到便宜啊。所以说啊，你什么降低首付比例对救楼市没什么大的影响。大家希望看到的是房价下跌啊。我们准确的说法就是你房价跟我的收入要匹配，对吧？我现在一个月4000，你觉得我应该买得起大概什么价位的房子啊？你这房价还2万1平米，怎么可能买得起呢？要么收入提高，要么你房价降下来，否则不买。他这文章也说了啊，他说从取消限购来看，北京、上海和深圳如果放松甚至取消限购，是否就能带来房价大涨呢？他说取消限购如果能带来房价大涨，需要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那就是市场上存在大量需求，只是因为限购政策而无法入场。但现在的事实并非如此，随着我国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即使是一线城市，需求也已经大幅萎缩。一线城市放开限购之后，可能在短期之内会迎来少数增量需求，但是当这部分需求被消化之后，房价还会回到之前的趋势，甚至还有可能加速房价下跌。因为当人们发现限购政策取消之后，房价也无法上涨，这将进一步加剧人们的恐慌心理。从广州的房价走势就能看出来，同为一线城市，广州率先于去年9月彻底放开了限购。那么解除限购之后，广州的房价走势如何？而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5月份，广州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价格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全部下跌，尤其是最近的房价更是加速下跌。以最新的5月份数据来看，广州的新房价格同比下降10%，二手房同比下降12.5%，解除限购对于房价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实际上限购这个解除的话，我个人认为它只对北京和上海有关系。如果北京、上海完全取消限购那么北京、上海它部分区域就是它那个，比如5环以里，那房价它有可能会涨，但是是不是暴涨，这个不好说。为什么呢？还是稀缺性。就是说，虽然大家都没钱，但是毕竟有钱的人还是有的，对吧？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说，北京、上海会吸血全国。你比如说合肥吧，有人在合肥2套房、3套房，如果你北京要不限购，或者上海不限购，他很有可能把合肥的3套房卖掉，跑到上海或者跑到北京买房。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的孩子要上学，无论是上大学还是以后大学一毕业在当地找工作，他已经给他在那儿把房子都安排好了。这种需求恐怕很多。还有一个你这个房子如果在合肥、在南昌，你的流动性很差。那在北京呢，相应的来说流动性要好一点，出租呢也比合肥、南昌稍微好一点，所以说就会导致就全国各地的富人有钱人有几套房的，他很有可能把财富资产他要重新配置。但是这些人他又不是那种顶级的有钱人，什么一出手就能买5000万的房子上亿的房子，不是这种
而是那种普通的所谓中产，哪个省会城市啊，哪个3线城市都有这样的人，他在当地有好几套房，他很有可能啊，为了孩子上学，为了孩子这个以后留下来上班，北漂啊、沪漂，这个是一种可能啊。如果北京、上海进一步放开，对吧？你买房给你户口，那恐怕那房价肯定要涨，因为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教育和医疗啊，那都是深圳和广州没法比的，哎，这个得承认了。所以你看，到现在为止，北京、上海它限购，它也不敢马上就放开嘛。那对南昌、合肥这样的城市来说呢，那房价就是一个打击，因为这些人要卖房，这不就是北京、上海抽血吗？你看啊，这个挨着北京的什么燕郊、廊坊、三河、大厂，如果你北京要放开限购，这些地方房价肯定是暴跌。能不能卖出去都是个问题，因为限购，所以把北京的很多这个刚需啊，给它外溢到什么天津的武清呐，对吧？这个燕郊啊、三河大厂，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放开限购，这些地方肯定是不行了。以上海为例啊，如果上海放开限购，那网红城市杭州，那打击就很大，对吧？你说我花5万1平米在杭州买房，我为啥不去上海买呢？浙江很多有钱人恐怕就跑到上海去买房啊，甚至有可能把杭州的房子卖掉，跑上海去买。这篇文章说啊，他说从下调首付款比例来看，对于房价的刺激效果也不会太明显，因为中国普通民众对于加杠杆普遍心态谨慎，当前15%的首付款意味着85%的贷款，对很多普通民众而言，其实已经是很高的杠杆。如果首付款继续下调到10%甚至更低，虽然买房变得更加容易，但是90%甚至更高的贷款比例意味着每个月的房贷压力相当可观。考虑到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这足以让很多普通民众失去高杠杆买房的勇气。房贷杠杆过高，对普通人而言，还意味着财产和财务状况更加脆弱。尤其在房价下行趋势里，首付比例越低，就越容易陷入负资产的风险。如果首付比例下降了只有10%，那么当房价下跌超过10%，就可能让你的住房沦为负资产。文章说啊，以当前房价走势来看，房价下跌10%，在很多城市不到1年时间就可以实现。这是3联生活周刊啊刊登的一篇文章，他这文章比较委婉的说出啊，所谓的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也不会有什么效果，他就这意思啊。他说了啊，你更大力度就2个嘛，一个就是完全放开限购，第二就是降低首付款比例，那这2个实际上都没用。虽然啊这个房价不行，楼市不行，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对吧？也不要忽视啊，在上海核心地段，对吧？那豪宅那可是好卖啊，不光上海，对吧？杭州、成都都一样。也就是说啊，虽然大家都喊着没钱，但毕竟有少数人他还是有钱的。财富在往少数人集中啊，而全国范围看，那这少数人他就不是一个小的数量。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消费降级啊，网上有一个 UP 主啊，说大家消费降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什么地步呢？就专买这种降价的、打折的，只要你现在不急着买，你过1年、明年买，它都会便宜。买了便宜的之后，他就认为他占了便宜，心情非常好。大家看视频啊。房价降了以后，我才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韭菜，不管说你长在哪一块菜地里，都有人为你定制属于你的那把镰刀。于是呢，我的消费观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从不买二手货的我，买了一辆公路车，我每次看到它都特别爽，哪怕它放在家里落灰我都开心，就是那种占便宜的那种爽感。因为它比新车便宜了几千块钱，但是呢，它的胎毛在，全车没有任何的磕碰，跟新的几乎是一样的。我就很难想象，就现在买二手次新房的人会有多爽。就是如果是我每天一睁眼，哦，这房子原房东1天没住，亏了100万，我做梦都能笑醒，就是那种占便宜的感觉吧。反正我现在活明白了，以后谁都别想坑我1毛钱。实际上他说的没毛病啊。你想，你买的这套房，你今年买200万，你明年买的话是180万，一下就便宜20万。这20万一般人、普通人，你说你1年能攒20万吗？累死累活的，你也攒不了20万。刚才那个3联生活周刊已经说了，全国很多地方房价跌个10%，那是很容易的，明年就到了。所以消费降级啊，现在都是追求极致的性价比，买车买二手车。现在没事逛商场啊，就像逛博物馆，只看不买，然后在网上再去找同款山寨的，便宜啊，反正看上去差不多。3年前淄博烧烤爆火的时候啊，咱们说这叫消费降级，还有很多人不理解，这回理解了吧？全面的啊消费降级。我们现在引以为傲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销量是月月攀升。
但是啊，新能源汽车里面卖的最好的就是10万以下的，不是那些80万、100万的，卖的最好的就是10万以下，那个增长速度是每个月都以50%速度增长，就是消费降级啊。消费降级实际上就是通缩，会引起通缩啊，引发通缩。在这种情况下，你总不能认为大家勒紧裤腰带省钱是为了买房吧？房子他也不买，所以房价啊只有下跌这么一条路。这个现在啊叫屋漏偏逢连夜雨啊，为什么这么说啊？现在各地都在这个推行这个禁酒令，当然这是或明或暗啊，各个地方这个禁酒令这个力度还不一样，但是基本上都在推这个禁酒令。总之啊，总体上是公务员你最好别喝酒了，对吧？你喝酒你就有麻烦，这是个趋势啊。实际上我觉得这是好事，对吧？就公务员你就不要喝酒。喝酒会产生很多腐败，但是你不能否认啊，你这个禁酒令一推，各地的餐馆恐怕又得要黄一批呀，毕竟有一批人对吧是靠公务员就喝酒撑着的，那现在不能喝了，那对餐饮业呢是直接的打击，对吧？本来这个餐饮业好像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咱们一直说的北京、上海高端餐饮都黄了一半，对吧？规模以上的餐饮，北京市居然好像那个都没有赚钱的，现在你再推这个禁酒令，那对餐馆打击，对吧？这就可想而知了啊。那开餐馆更没有前途。现在我看很多餐馆啊，就是中型的啊，都已经主动的到门口去卖他们的自己做的菜、炸的菜什么的。这个他也赚不了什么钱，搞一个热闹，我觉得他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就到年底啊，这餐馆还要黄一批。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